Goody， 我哋 Macau Friend 平啲旅行社有全新嘅旅行團推出啦。今次呢個係1蚊雞巴士之旅期間限定嘅文化迷團，依家我就去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接團友，搭25號 B 去到總站就係橫琴澳方口岸站啦。依家已經嚟到蓮花大橋，一個彎、2個彎、3個彎，轉咗4個彎就到站啦。由阿馬拉前地搭到嚟總站大約係30分鐘。各位團友大家好，我係你哋嘅領隊區區，依家我哋一齊行過去邊檢大樓過關啦。係咪好近呢？我哋啱啱就過咗關啦，你都睇到啦。呢個口岸人唔係太多，亦都唔似得青茂口岸咁大。由巴士總站行去邊檢大樓過關出到嚟都只係幾分鐘咋。一出嚟就係琴明廣場，左右兩邊都有洗手間，好乾淨。仲有你哋最關心嘅座廁添啊！咦，我哋嘅導遊呢？喂，青頭 B 呢度啊！Macau Friend 平啲啲嘅團友早晨啊！我係你哋嘅導遊青頭 B， 依家我哋一齊搭車去橫琴文化藝術中心，大家跟住嚟啦！由琴明廣場出嚟左手邊就係巴士站，我哋搭 Z56巴士嚟啦！我哋一齊上車，開始我哋嘅1蚊雞巴士之旅。我哋搭1個站，好快就到噶啦。說時遲那時快，一落車就係橫琴文化藝術中心。我個人就覺得呢個展覽好值得睇啦。點解？第一，唔使去到四川咁遠；第二，四川嘅三星堆博物館同埋金沙遺址博物館都好大，夾埋有超過4000件文物，睇到你眼都花埋，行到你腳仔都軟晒啊！而今次呢個屬於精華展覽，一共展出163件藏品，其中有36件仲係屬於1級文物添啊！呢個展覽好值得睇嘅第3個原因，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原因，就係免費入場，只要喺網上預約就得噶啦。我哋一早就幫所有團友預約好，所以好快就入到嚟會場。咁自己喺網上預約麻唔麻煩噶？好簡單嘅啫，一陣參觀完展覽之後，我就話俾大家知點樣喺網上預約。身為你哋嘅導遊，當然要簡單介紹一下三星堆同埋金沙遺址嘅背景啦。以前古蜀文明一直只係存在喺傳說故事入面，直到1929年喺四川廣漢市，有個農民挖下挖下，無意中挖到批玉器出嚟。地上執到寶，地下掘到玉，咁就靜靜雞據為己有。後來其中有啲玉器輾轉去到古董專家嘅手上，哇，不得了啊，好嘢嚟㗎！之後就開始咗三星堆嘅考古發掘啦。考古學家估計，三星堆至今已經有3000甚至5000年歷史，可能比夏朝年代仲要早。去到2001年，喺四川成都市金沙村挖掘下水道嘅時候，又無意中挖到寶，同三星堆發現嗰啲好似樣，跟住又開始咗大型嘅考古挖掘啦。三星堆同金沙遺址嘅發現，印證咗古蜀文明嘅存在，而且呢，挖掘出嚟嘅文物喺風格上同古代中原文明一啲都唔同。三星堆之所以神秘，係因為古蜀文明嘅來源至今仍然係一個謎。喺遺址可以見到清晰嘅城市結構同埋大型嘅祭祀場所，仲有呢，出土嘅青銅器造型誇張獨特，眼突突，大髀有大耳。而喺鑄造方面工藝精細，而且呢，技術非常之高，反映古蜀文明比同年代嘅華夏文明應該相對先進，但係呢，至今仍然未發現到有文字嘅存在。各位團友，現在正式開始參觀，由我青頭 B 為大家聲音導航，唱返首歌 warm up 先。我哋首先睇一啲 bling bling 嘢先，呢個係敷咗黃金面膜嘅青銅人頭像，保存到依家仲係咁金光閃閃。咦，似唔似啊？戴翻個頭盔先，係網上啲人咁樣講㗎咋。喺三星堆發現咗好多黃金面具，含金量達到85%以上。當時華夏地區仍然係青銅器年代，
但係古蜀國就已經有提煉高純度黃金嘅技術。仲有呢，黃金面具喺古代中國並唔普及，反而令人聯想到古埃及、瑪雅呢啲古文明擁有好多黃金製品，黃金面具更加係皇權象徵之一。跟住就睇下啲好出位嘅青銅器。首先出場嘅係青銅大立人像，佢身高1.8米，整體高2.6米，體重180公斤，係現存最高最完整嘅銅像，被譽為銅像之王。跟住呢個都唔少嘢噶，係三星堆出土嘅青銅器之中形體最大嘅2件面具之一。佢對眼球達到有16厘米咁長，對耳就好似小飛象咁，個嘴差唔多橫跨成塊面咁大，仲有個大鷹鼻，估計係古時候供奉用嘅神像。呢個係另一個巨型面具，眼耳後鼻一樣係咁誇張。呢2個面具嘅鑄造工藝高到令人難以置信。你睇下，額頭同埋兩邊都有4方形嘅窿窿，好似用現代工具切割出嚟咁樣。究竟當時係點樣做到呢個效果嘅呢？你睇下呢位阿哥啲肌肉幾結實，幾健美。三星堆仲出土咗好多唔同款式嘅青銅人頭像，造型同啲大面具一樣咁誇張，做工一樣咁精細。除此之外，呢啲人頭像同埋面具嘅耳仔都係有穿耳窿嘅，呢個好明顯唔係同年代華夏文明嘅文化習慣。呢個妹妹識貨喎，呢隻神獸有人話似機械狗，亦都有人話似風筒豬小豬佩奇，你話似唔似呢？呢個人頭像個頭頂有隻神獸喎，咁係咪合成獸呢？跟住落嚟嘅青銅器雖然細細粒，但係就更加見真章，可以睇得出手工非常之精細。除咗青銅器嘅造型奇特之外，三星堆嘅另一個神秘之處就係青銅器喺工藝上遠高於同年代華夏文明。所製造嘅青銅器要做到咁精細，就一定要加入磷。而三星堆出土嘅青銅器經過檢測，全部都有磷嘅成分。但係其實直到17世紀，磷先至被德國人發現。咁究竟點解幾千年前嘅古蜀國人就已經知道加入磷可以做出更加精細嘅青銅器呢？古蜀遺址出土咗好多或者認為同眼睛又或者太陽崇拜有關嘅青銅器。不過呢個好似軚盤嘅物體就令人聯想到係咪同 UFO 有關呢？今年適逢係蛇年，主辦單位特別派咗2條蛇嚟參展，就係呢條青銅蛇，仲有呢條石做嘅蛇餅。嚟一個蛇來運轉，2條蛇嘅造型幾生猛。你都睇到啦，古蜀文明嘅青銅器鑄造技術相當先進，又有提煉高純度黃金嘅技術。青銅器嘅造型相對中原文化嚟講相當奇特，甚至令人懷疑同外星人有關添。咁究竟呢個文明係點樣興盛，又點解消失呢？其實到目前為止，古蜀遺址只係挖掘咗2%，而且主要集中喺祭祀區，至今一個文字都發現唔到，亦都未發現到人類骸骨，唔可以靠 DNA 檢測去推斷古蜀國嘅人究竟係乜嘢人種。當中有好多謎團仍然未解開，仍然有待考究。呢個展覽嘅展期去到4月24號，喺微信用大陸手機號碼開設賬號進行實名預約，可以提前7日預約，每個賬號最多可以預約3個人。click 入去門票預約，再 click 入去個人票，選擇預約日期同埋預約嘅時段，跟住就 click 落去添加參觀人員，然後填寫個人資料，之後就提交。到時去到會場嘅時候 click 落去我的就可以睇返預約記錄，click 入去就會見到已經預約嘅參觀人員，click 落個名度就會見到入場二維碼，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二維碼噶，跟住工作人員嘅指示掃曲之後就可以入場噶啦。提下大家記得要隨身帶住預約嘅時候用嘅證件，因為入場嘅時候工作人員可能會要求出示核對噶。麥卡 friend 平啲嘅團友係時候去食中午飯啦，由呢度行過去大約係12分鐘，就係呢度啦。呢間鋪頭係回族人經營，應該都幾正宗噶，地方乾淨企理，有麵有飯有湯有餃子，亦都有小菜。另外仲有啲特色好西，
嚟得呢度，梗係要試下牛肉拉麵啦。牛肉就唔多，但麵嘅份量都唔少噶。呢個好似炸麵包咁，好香脆，用牛肉拉麵嘅湯浸下佢都幾好食噶。呢個包都係炸過嘅，好香口，個餡好足料，有牛肉同埋洋蔥，好惹味。由呢度行過去隔籬就係一個商場，叫做麗駿龐都廣場。呢個廣場係由澳門嘅著名建築師馬若龍設計噶，有葡國17世嘅建築風格，同時就配合埋澳門嘅中西合璧特色。呢度吸引咗唔少人嚟打卡噶，大家可以喺度影下相，又或者你行下商場同埋超級市場。麥卡 friend 平啲嘅團友係時候返澳門啦，區依家會同你哋一齊行去過關。呢個廣場有個地下通道，通到去口岸，大家跟住嚟啦。趁住呢個時候，一字行一字提大家，我哋麥卡 friend 平啲旅行社會繼續開辦其他平啲嘅旅行團，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咁樣就可以即刻知道我哋有啲乜嘢特色旅行團推出噶啦。麥卡 friend 平啲嘅團友，我哋依家一齊穿過呢個時光隧道，一出嚟就係珠海橫琴口岸啦。過咗關出到嚟，轉左上電梯，再轉左，一直向前行，右邊就係巴士站。各位團友，今次嘅1蚊雞巴士之旅就喺呢度結束啦，Goodie。